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这个移民到咱台湾的香港演员杜文迪，伫电影记者会公开来表示，讲伊有台湾的投票权，会来参加到罢免投票。伊甚至来点名到齐卡心，讲会大罢免、大成功。齐卡心讲尊重每一位市民的选择。另外，国民党伫花莲开记者会，讲罢免到齐卡心的发言人小令，伫中国做生意做真济档咯，竟然甲人话讲。抗中保台，讲伊根本就是一个乡民倒鬼。726不同意罢免。立委齐卡心甲市长蒋万安一群人伫咧街仔路顶，也无同意罢免的看板摕7月26投票催票，那关注的焦点阁有这。后来真的抓到一位叫做何仁杰的共谍，所以我想我们当初呢误指很抱歉，但是确实有一位共谍到现在都还在被羁押禁见当中，也尊重每一位市民朋友的选择，但还有更多的朋友是站出来支持我。面对提问，齐卡心正面对决，原来22伫咧电影的放送会，演员杜文迪伫咧记者会公开表示，家己有投票权，佮伫咧点名齐卡心了后，话讲大罢免大成功。那报互齐卡心惹了是强调的外交部专委何仁杰，伊的看手嘛伫咧社群平台批评齐卡心无责任，佮讲伊黑白讲，强调敢若有大罢免才讨有公道。那反败国民党今仔日一透早伫咧花莲召开记者会，炮灰上尊罢免齐卡心团体的发言人。他的双面行径与民进党其侧翼这个绿共的逻辑如出一辙，嘴上说抗中，手上却拿着人民币。信义区有多少台商都有两岸交流，就是经商的经验。所以我们今天我是做文化的人，做完今天我要走出去，让大家看到那个台湾的文化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大罢免剩无几天，挺罢甲反罢双方继续交锋，社群甲街仔路顶的攻势是做伙来，落尾向有民意的支持。7月26，选民做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